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我啦。今日同大家評論嘅一個人呢，就叫做阿 Case 啦。佢原來係從事婚紗攝影嘅，即係從事個事業啦。之後就隨住本港著名嘅攝影師呢，就開始咗嗰個即係專業啊，人生嘅專業啊。之後佢都因此做咗一個 YouTuber 嘅。佢咧Case 咧就主要咧就係打機片啊、分享片啊，同埋有時都係開箱啊、介紹片等等嘅。而家Case 咧就總共有20幾萬訂閱、6000幾萬觀看嘅，呢個成績都幾唔錯噶啦。而且 Case 咧都同唔同嘅 YouTuber 合作，即係打機合作，例如秋本童啊、史萊姆啊。同埋大 J 等等呢啲咁著名 YouTuber，而且佢都之前即係佢都有 keep 住去動漫節嗰啲地方即係去睇嘢嘅，所以大家有時去動漫節不妨可以即係可能有機會可以見到佢哋啦。好，今日就評論 Case。然後而家就評論史萊姆啦。史萊姆佢咧就叫阿史啦，係香港80後嚟嘅。然後佢訂閱人數有30幾萬啦，觀看人數有70幾萬嘅。然後佢仲開咗2條頻道，第一條就係廣東話頻道啦，第二條就係國語頻道等等嘅。佢咧係成立咗一隻 game 咧，就叫《勇者神域》，係一隻熱門遊戲嚟嘅，都幾好玩嘅，我試玩過。而且史萊姆呢個 channel 咧，我發覺好多唔同類型嘅片，例如打機片、介紹片、challenge 片、同埋開箱片等等好多，係豐富過 Case 好多嘅，我覺得。但我就發覺 Case 同埋史萊姆佢兩個有一共同嘅點，就係兩個人好似樣，好似兩兄弟，勁似樣。然後史萊姆都有參加，都有去動漫節嘅。咁我有一次又好似見過佢，又唔肯定。咁希望今次我去動漫展嗰時，即係動漫節嗰時，可以見到佢啦。咁好啦，今日就評論 Case 同埋史萊姆就完結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或者訂閱我啦，多謝，拜拜。